當你望住呢幅畫嘅時候，你見到啲咩？浮動嘅長方形、色塊，對某啲人嚟講，呢啲可能睇落去冇咩特別，但係呢幅畫竟然以超過8000萬美金嘅價錢賣出，究竟點解？係咩令到羅斯科嘅作品咁珍貴？答案唔在於你見到啲咩，而係你感受到啲咩。Mark Rothko 唔係想你去睇藝術，而係想你去體驗藝術，去感受悲劇、狂喜、毀滅同埋人類情感最原始嘅本質。1958年，羅斯科受委託為紐約世紀餐廳創作一系列嘅壁畫，而一系列嘅壁畫就係佢嘅成名作《Seagram Murals》。當時 Seagram 酒廠出價35000蚊美金，係一筆巨款，請佢創作600平方英尺嘅壁畫。但羅斯科有唔同嘅諗法，由於佢嘅左翼信仰，佢本身就唔中意有錢人，亦唔中意資本主義嘅世界。佢唔想裝飾一間奢華嘅餐廳，而係想令啲食客感到不安，等佢哋覺得自被困住，好似所有門窗都被磚牆封死，淨係剩低佢哋自己嘅抑鬱嘅情緒。受到龐貝古城 Pompeii 神秘別墅嘅啟發，羅斯科當陣時俾牆上面嘅色彩喚起咗原始情感嘅力量，佢覺得好震撼。呢座別墅嘅黑暗、強烈嘅房間被認為係對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地下崇拜嘅一部分。狄俄尼索斯係希臘嘅神話中嘅酒神，象徵狂喜、混亂同人類情感嘅本質。羅斯科深受尼采悲劇嘅誕生嘅影響，佢認為藝術應該戲劇化咁表現存在嘅恐怖同掙扎，所以佢創作出呢啲令人難忘、層次分明嘅長方形，用綠色、深紅色同黑色呈現。但當羅斯科見到啲財團係點樣去展示佢啲畫，當佢啲畫係餐廳嘅裝飾物，而唔係去細心欣賞嘅時候，佢感到心碎。佢即刻撤回晒啲作品，仲話任何願意用咁嘅價錢食啲咁嘅嘢嘅人，永遠都唔會識睇我嘅畫。對羅斯科而言，藝術唔係裝飾，而係一種神聖嘅體驗。咁應該點樣欣賞羅斯科嘅作品呢？佢認為唔需要任何嘅解釋，最純粹嘅藝術形式唔需要任何特殊嘅知識或者智力分析去欣賞。佢應該直接觸動你嘅情感。就譬如音樂，點解咁多人聽到一段優美嘅旋律會喊？係因為音樂係純粹嘅表達，佢從冇到有，唔需要文字或者圖像就可以傳達情感。同時個藝術唔同，繪畫係因為藝術家見到某啲事物，並希望將佢嘅情感以視覺方式傳達。羅斯科覺得繪畫中可以識別嘅主題同埋物體，會成為觀眾同埋藝術品之間嘅障礙。佢希望提供一種超越性嘅體驗。19世紀嘅浪漫主義嘅畫將觀眾帶到去特定嘅地點，而羅斯科嘅畫就將觀眾帶到去精神層面嘅境地。羅斯科嘅畫雖然睇起嚟好簡單，但實際上製作起嚟一啲都唔容易。唔單止大幅，而且佢嘅技巧包括咗用薄薄嘅顏料層喺畫布上面創作出一種染色嘅效果。呢種方法令到啲顏色可以互相穿透，形成複雜嘅區域。佢仲用咗一種古老大師嘅技巧，就係用蛋嚟畫畫。例如喺呢幅畫入邊，橙色顏料中用咗全蛋嚟作為黏合劑，同背景嘅瓦面、動物膠底層嘅深紅色形成咗對比。佢嘅畫概念好精妙，例如佢曾經受到尼采、希臘神話、Michelangelo 嘅建築、From Brown 嘅戲劇性同埋超現實主義嘅啟發。佢嘅畫作技術好複雜，通過塗抹勁薄嘅顏料層嚟創造光澤同埋層次感。羅斯科專登將佢嘅畫設計得同人體大細差唔多，咁樣對情感體驗至關重要。羅斯科希望觀眾可以企喺幅畫面前，靠近幅畫，俾圖像包圍同埋吞沒，用敏感同埋正念嘅方式去冥想圖像。抽象藝術需要大腦比寫實藝術更多，需要運用創作力同埋想像力嚟欣賞。羅斯科嘅畫需要大腦好似機器咁去處理佢睇到嘅嘢，而且要求個觀眾運用個人經驗嚟理解圖像。淨係上網欣賞係冇辦法展現羅斯科畫作真正嘅價值。
你一定要喺自己企喺畫作嘅面前，近距離咁睇，等幅畫幾乎佔據咗你成個視野。Rothko 嘅畫色彩強烈而且層次分明，你可以睇到最外層下面嘅其他所有色彩嘅層次。令幅畫以一種奇特嘅方式呈現出三維感，佢有高度、寬度同深度。呢種深度令色彩隨住你靠近幅畫，視覺都會變。羅斯科嘅風格最初都唔係咁樣，佢早期嘅作品更加形象化，但係隨住時間推移，佢啲畫簡化為最純粹嘅色域。呢啲浮動嘅長方形係喺 Rothko 嘅母親去世之後出現，好多人會將佢理解為 Rothko 失落同埋空虛嘅表達，但係佢哋亦都係關於將痛苦轉化為美嘅一種藝術，創作出原始而且超越語言嘅事物。有啲人睇 Rothko 嘅畫會覺得好傻，一啲感覺都冇，但有啲人會睇到喊。喺 Rothko Chapel 入邊，佢深層嘅冥想畫作創作出一個令人反思嘅空間。佢唔符合傳統藝術嘅定義，佢啲畫帶來嘅意義都係好模糊嘅，開放俾觀眾去自己解讀。但呢個正正就係佢引人入勝嘅原因。羅斯科唔係想話俾你知你應該感受啲咩，佢想俾個空間你去感受某一啲嘢。Rothko 覺得藝術係神聖嘅，佢拒絕將啲畫隨便咁賣俾任何人，甚至當年拒絕咗甘迺迪總統嘅阿妹 Jean Kennedy， 因為佢只係想為自己嘅屋企增添裝飾品。1970年 Mark Rothko 去世嗰陣，超過800幅畫從未出售過。1980年2月25號，倫敦 Tate Gallery 收到9幅 Rothko 嘅畫作，呢個係藝術家本人慷慨捐贈。幾個鐘後，羅斯科被發現死喺自己廚房，享年66歲。佢係自殺嘅，而周圍嘅血闊6英尺，長8英尺，正正同佢其中一幅畫嘅尺寸一樣。羅斯科話：人睇到我嘅畫會崩潰咁喊，呢個表明咗我可以傳達一啲基本人類嘅情感。喺個畫作前面喊嘅人，正正喺度經歷緊我畫畫嘅時候感受到嘅神聖嘅體驗。如果你哋淨係俾佢嘅色彩關係所打動，咁你就錯過咗重點。